早！啊，今仔日路边的车真正有够多，差一点仔就要迟到啊！阿狗，你今仔日是安怎来的？哦，阿狗讲伊是骑乌倒摆来的，安尼一定要注意安全，爱记是豆豆啊骑哦。我今仔日是坐公车来的，佮爱比悠悠卡哦。阮来教大家会当伫路面看到的交通工具好啊，对咧跳，做伙来熟悉无共款的交通工具哦。阿狗，你想比，我来又看卖你咧比啥物？哦，我知，是消防车哦。有时阵会当伫路面看到足大台红色的，就是消防车。咱是伫顶悬安尼，叮叮叮，搁伫下骹洗几轮，就会当来去拍火咯。咱做伙唱一遍，消防车拍火拢唔惊。哦，阿狗咧招黄色色水甲金蕉同款的计程车啦，咱做伙安尼一手搁开车，做伙唱一遍咯。计程车亲像banana，啊，若是看到警察车，咱的手就安尼连起来，放伫目内边啊，行咧行咧，搁来提醒，因为要来去掠歹人啊，歹人伫倒位？哦，阿狗是好狗啦，咱唱一遍咯。警察车来去掠歹人，阿狗若是听到哦咦哦咦的声，要安怎？无唔对，一定爱让救护车先过哦。咱就会唱一遍，救护车咱闪较边啊！哇，伫路边会当看到的交通工具真正足多呢。阿狗，你听，阮的粪扫车要走去啊啦！紧甲咱的粪扫摕起来，上啊！